我们去客厅坐坐好不好？不来哦。你要直接等阿公哦，俺去外来等你。吃糖果，啊等下。吃糖果啊等下，再来迄个阿公就来啊，好不？ 帮忙带着跑，好，许志威你自己喊，全部跑，好，开始了，跟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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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baby。第二次哦，第二次了。好，继续。老师，我流很多汗。真个遐，无搞到是搁转来，搁厝的搁摕啊。这边风大啦，风大要种这种树木，它比较抗寒哦，抗风哦。抗风种起来树木就不怕，安尼搁送的起来啦。我们也想说在外面住啊，可是。 外面伊遐死推，唔迄个那个总统啊，总统，伊咧你嘛人心惶惶啊，什么？总统啊，随遇而安呐。哎，唔是去沙，我们这边行安尼太水耶，会不会够较恐怖？地震什么都怕啦。啊，我们这边呢，我觉得住起来很舒服，舍不得啦，舍不得这个块土地啦。 地震很严重啦吼，其实国家我们还好啦，人拢要毕业啦吼。其实他刚才讲到，就是我提过哈，跟同学提过他们的积极哈，他们的积极性。有台面啊都海水啊那个，毕竟吼家园拢无啊。水啊、泥沙、土啊，都往这边门那边灌进来。就我们看到的风景，在发大之前是真的很漂亮，感觉是一种人间仙境。那后来真遇到这个，其实我觉得说人还是要坚强啊，因为毕竟说常常看新闻哦，其实世界各地哈会看到那些触目惊心，让人觉得其实我就觉得说，其实我们还是蛮庆幸，我们还是活着的嘛，就还是要继续努力生存这样子。那谢谢大家。希望我们可以给他们一点支持，因为我们能做的实在是不多哈。
1年之后呢，再看到这个影片才会这么感触，因为其实上面有一些好朋友在上面。然后让他们自己什么感觉啊？这个不对啊。哎，你有没有喝酒？没有。我每天看到他第一句话，你有没有喝酒？要先吃饭。这样高啊。下次再买啊。你也要读书。它怎么会躲在你衣服里面？我把它放在我口袋。1，这个是10，对不对？先看这前面的，1，好，先放下来，01得0，11得1，再来0，这边是一个0，0减0，0，看得懂吗？看不懂。哈？看不懂，大海呀。怎么？你刚好问到我最弱的。我月考的100分就够厉害。什么叫月考100分就够厉害？你平常学习更重要。那买书法。因为我觉得你已经开始太自傲了，不可以这样子。这个成熟度都它比较够了，要够了。嘿啊，可是现吃很好，有的人买几块按往那的食，包1万多1.2粒，好啊，不过安尼愈个品质嘛，甲伊把那个不磨的甲装迄留个小些，个不安尼吃的个太烈些，所以差不多1万多1.2粒安尼。按个明年台风来，菜啊伊都无剩伊多钱粒的，天然全部拢黑，满心的期待，结果到冬天的时候要采收的时候就无嘛个多的。啊，猴子哈，伊差不多7分熟，伊开始就熟嘞。刚才上面啊全部都是啊，而且猴子很聪明，它给你吃是吃这个，它把籽这样撕开，没有掉哦。猴子安尼袋子没有掉，就把果实吃完，然后袋子就掉在地上啊，有的还粘在书封。它很聪明。往年的猴子哈，差不多1只2只来吃，因为差不多是其他粒是爆好的。过今年猴子一吃好几颗都吃完了，好几只。超滑的。选松叶色，哈，这是嘞朋友刚刚，唔要查有送朋友有亲戚啦、隔壁邻居啦，拢来天的松叶啦，松叶突然来拓展的呀。啊，你也有诶，我打电话来讲，
俩田氏来救火，佮有来停火啊。宠物可是一下是嘛弄直销啦，学校老师啦，啊，弄意思咧，啊可是安尼慢慢的拓展出去啊，啊因为量啊唔好过大啊，安尼量算，唔是像人咧有10万粒啊、万个安尼一系列啊，所以无送安尼私闯红去卖。所以把整片改做一下。啊，无是来讲诶，从管理上到收成，这个是靠天吃饭的。烤熟啊！我感觉遐地头夹较底较好呢。你拢加方法？你毋是我家是让你加呢？我拢加咧。我拢夹底底尔。反正较行诶啦，较行老诶时啊。看医生无方便。是较老诶时啊，惊较烦恼迄。哦。教育嘛足重要。对。做年就讲时啊，不时甲因遐囡仔讲，恁老爸艰苦偌紧，你自由发挥。这就是讲，顶一辈甲日本教育的、台湾教育的，甲下一代西洋教育的，真正差别。啊，阮兜整个阮小孩子3个小孩子来讲啦，为国小、国中来讲，阮的方式有一个区域说比较，从小就扎根，就是讲，不管你安那，你国中过你来外口，所以从小就训练你家己独立性、自主性较悬。这一代的我觉得还不错啊，大家那种是够酷，那种生活，以前古时候那种生活哈，都有尝试啊，对吧？其实那种生活不错嘞，我觉得很好。小时候那种啊，不用很进步啦哈，可是你起码说感觉说哦。我们跟泥土接触，然后那种生活虽然说物质不是很好，可是我们蛮快乐的。抓青蛙，农忙的时候帮忙，我们都要帮忙呢。什么都帮忙啊。农忙的时候啊，就像那个种烟叶啊，灌水啊。有一份好像很特殊的那个怀旧的感觉。像我婶婶他们，他们很早就搬去高雄嘿，可是在家乡嘛保留一栋房子嘛，所以他们礼拜六、礼拜天啊，又会归去米咯。我们的祖先什么都是我们都有盖一间祠堂，姑娘拜拜呀，平常拜拜的呀，较紧要跪去，尤其安尼加之一下呀。安尼拢限3月份一个礼拜日，从日归去加之，这是算大事哦，比过年还热闹。
下雨就比较悠闲一些啦。哎，那下雨啊，下雨就不能做什么吗？要做是可以啦。啊，现在可能生活上就是如果下雨就可能就是大家都在家里会比较多啦。哎，不用做那么辛苦啦。哎呀。贵松那是叫阿姐糖酥吗？哎，对。阿妹，水听挂好无？哎呀。山上的生活啦。Hello。下雨天的生活。下雨天的生活。夏天的生活。来首歌吧。你们刚才很好看啊。啊。现在月光天使班的餐都是你妈妈在做。对，我妈妈在做。从什么时候开始做的？就这学期。去年是都有在做的啦，就是一个学期的。哦。这学期就算的比较少。比较少。等于说他补助的，就是会范围缩小了，就是说算单亲的，或者是那个外籍配偶的，对。那现在最想的是说，赶快就是赚钱而已啊，就是供应小孩子读书，对啊，让生活可以好过一些这样子而已。其实大家的生活目标都差不多一样的，哦，小孩子可以平安长大，就是过个正常的生活这样子而已。是大海的，一是中海，中海是一款，讲了，茶汤的颜色是什么颜色？红色。为什么是红色？你们泡的是什么茶？怎么样？壶嘴朝上，知道吗？壶嘴要朝上，壶嘴不要朝下。壶嘴朝上，壶嘴朝下。这是我第一次的作品，我也就随便画，我想说就试看看啊。那克力颜料画在石头上的感觉，然后我就不知道，就觉得说，可能我心里一直想说，我想要有个家吧，所以我就想要把这个家的感觉画出来，在山上大家住在一起的感觉，然后还有花花草草，然后感觉就是很自然生态很丰富，然后山上的景色就是觉得很漂亮，然后有些许的云雾缭绕，然后这房子就觉得感觉就是很宁静那样子，就也是很想要过，这是我自己心里的感受。所以就像小朋友，我跟他们在教他们这些石头彩绘创意，我也会这样。你内心最
放的家还是在山上？或许是吧，就很想要一个最向往的家很自由自在的一个，可能自己向往的地方就是有一个很自由自在的一个山区生活吧，可能也是希望这样。对啊，讲到这个会有点感动。对啊，因为就是缺乏，所以需要，会想要。对啊。现在这个年纪可能没有考虑那么多啦。我是可以做就继续做。对啊，现在能做就做而已啊。你现在要改行，你要去外面，真的年纪有一些了，将近快40岁了，哦，你要去外面做，除非说好自己有本钱去开店，那开店下去也是一个赌注啦。对呀。下雨了，你要帮忙搬啊，拿好，哎，下面比较烫，拿上面。对啊，你拿上面。这个是水泥，有的颜色也不一样，形状大小跟颜色也都不一样。那搬不起来，我还是要靠自己的双手。其实比我们辛苦的人很多，非常多。我觉得我们很庆幸，我们还经过88。其实我们不是算是真的很严重生离死别的人。就像我刚刚讲，人家是真的半夜哈，那天都还没亮就连滚带爬，那些小孩子连婴儿都要这样子抱着走，抱着赶快逃命。那我们只是房子倒了，我们也是茶园土地有受损。那我们等于说，我们是天亮的时候，我们房子才开始走上，我们等于说我们还有来得及反应的时间。但是说，这对我们来讲，我们也是财产损失蛮大的啦。啊，只是说，我觉得说这个过程，也是我们激励我们更勇往直前成长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啊。哎，你们两个玩到哪里去了？小孩子哈，到最后都不是做我们交代的事情，都是玩到他们去寻找他们的一片天。将来如果说我们外面永久屋，哦，有可以居住，我们也不一定就说整个生活中心都搬到那边去，包括工作也在那边，因为现在工作经济不是那么好找。就算我们可以找到自己的一个很简单的工作，可是那不是我们所想要的。因为我先生他就是在这边土生土长，就像我刚刚也讲了，我自己都可以从不同的环境来适应这个环境，可是相对的，我先生他是从这边土生土长，他要去适应外面的环境，对他来讲，对一个男生，他要负担整个家庭的重任，整个家庭的经济，以整个社会的形态，现在他的收入来讲的话，他其实是可以维持一个比较水平，也没有说赚的很多很富有，但是农夫就是很希望一个很简单的生活，能够维持自己整个生活的经济开销，小孩子的读书的开销，这样子他就觉得很满意，值得了，够了。你的脚本。赶快把功课拿下来写。
是啊。都好。都连他。给你讲个对。啊，现在还几条呀？对。用这个啊，番茄啊，还有用好啊。对啦，好啊。你这个加落来啊。爸爸水在了无？叫上班无这缸水来是。这缸水就不能，这咋才来啊？已经快1年2年了。这是讲有补助无？这么大间根本就没办法。这边旁。爱活动，伊这几米？这个讲啊，慢搞。平台后边，莫伤紧，莫伤悬了，我较加做。咱看遐地远落啊啦，你5、6、7这3地看3地搁袂过，再来看几档诶，看几啊遍啊，都蛮有啊，伊给啥济啊？是奔基层。重点是看的时候不来当场否决。啊，你即摆上去到内底要审查的时阵，人拢做落啊，设计会、规划会拢开落去啊，你才要否决。是50米的拢迄个。要给一个想法啦。可以啦，我觉得这个是。对。啊，这样子这边就相对比较平缓一点的。你那个路如果从那边过去，你就我们要就是说，因为我们都是在山上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就是要去评估它，说，哎，在这个地方是不是在这山区里面，这个地方现在目前它停在这里，对不对？它下面有没有冲刷掉？没有。那如果没有冲刷掉的话，是不是这个比较安全？比之前不知道几百年前它全部崩塌在这里的时候？因为我是这样跟你讲，是说它曾经发生过，对。那未来要不要再发生？我们认为是可能性很高。都会。目前我们从过去的整个土地的这个学校重建地的未确定哦，一直很慌乱，到现在跟着会长跟着几位家长这样子，因为我们还兼顾到学区的问题，我们的学区很大。其实樟树也本来就是我们的学区，一直到2030镇农会这边、隔离会这边，还有我们由车寮上来公田、胡同底，其实我们这个校区学区很大，所以在一开始我没有一个想法，就是说一定要搬跟不搬，我没有搬跟不搬，我只有安全不安全的问题。有一地嘞，然后有一地好好的利用的，做好利用。那接下来后面的那几块地都会比较偏在樟树湖，应该是比较清楚的去思考，是因为那边的土地是比较平坦一点，面积稍微大一点，而不是我们一直想要去搬去樟树。设计观最无限。对，这个真的是很懂的。很多东西被人家 A 走了，本来放了2、3个电话呢，我记得有一个是摇的呢，中华电信那黑色用摇的呢，我们日据时代那种。啊，这本来是原来的旧商店，原来我们的旧商店在这边啊，然后就是因为它其实都有走山啊，对啊，它整个都是往前面这样子，有移动啊，你看地板都是啊，都有龟裂，哎呀。所以要整个再拆掉，然后地基打平，然后再放货柜。你说这个房子是你
我三叔，我亲三叔也是我们的干爹这样子，我先生的干爹。我要哦，你要，可以吗？开得开吗？开了。开了，进得去吗？可以啊，我都进了啦。这个也可以留着啊。你看我的东西在他的手上。这些都勾动哎。现在都用计算机了。以前我高中还有在打这个，我以前读会计科的。真的、哦。然后我们那个高中老师，我读苗商的，省立苗商，苗栗高商。然后我们那时候不太会打吼，然后老师很严哦，他说扣扣扣，你还在小鸡啄米，敲我的头，扣扣扣，你还在小鸡啄米。刚学的时候啊。我小时候还用过的。你有用过这个？有，小时候用过。银票哎，不是的。账单收据。苦中作乐哈。是这个循环嘛。之前人家说哈，你的土地都用成都已经变成这样，你还笑得出来？我说哎，不然怎么办？要哭给你看吗？这个可以留起来，到时候我们要拆之前，真的要来整理。走了走了。小孩子跟着我们嘛，也是都挤在同一个房间，然后小孩子读书的环境不是很好，对，因为光线不足啦，啊，因为其实慈济那时候88的时候有送2排那个书桌给小孩子，可是我们就等于说那个整个房间的空间其实都是蛮狭窄的，所以那光线真的不足，所以才想说，哎呀，就跟我先讨论，然后就以原来的旧商店来重新规划。其实我们这一块茶园都一直在做有机茶，88前都没什么在管理它了，不是因为88之后我们才做的有机茶，88之前就都是这样子的，没什么在管理，所以为什么那时候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其实地形的关系，要耕耘其实不容易，对，因为它比较坡度比较斜，比较高，对啊，然后最主要不好工作啦，离路又远，所以施肥就比较懒了一些。因为也比较危险，对啊。那这边看起来还好哦，下面那边看起来就真的比较陡了。对啊。就88之后，它地形也是有变化了。这边整个有走动嘛？有稍微走动，你这颗石头就有了。本来是土都是密的，现在大概有70-80公分有吧，陷下去，石头就裸露出来啊。茶量现在茶量的话不多啦，所以有的客人想要喝红茶，有的客人想要喝那种球形的乌龙茶，所以到时候就是看要怎么样做，因为其实还是要走出自己的特色啊。然后也很想要以这块茶园来做自己的一个品牌出来，因为让人家可以认同我们现在的一个方式，因为我觉得要做有机茶真的那个坚定的心哦，其实也是希望消费者，也不是把他们当消费者，也是要让他们爱喝茶的人来，就是给我们鼓励就对了，不然的话真的要这样继续坚持走下去，其实不容易。现在是要走过去我们爸爸妈妈求学辛苦的路，去体会一下。当然你会很累，你会哀哀叫，说我干嘛要这么累，还要流了满身大汗？我在学校吹电风扇比较好，但是要体会一下，你才会懂得珍惜。好务必要听从老师的指导。如果你累的话，跟老师喊一下，说老师我很累，要喝水。你没有水的话，我这里也有带水，可以帮你加水。那我们预计会停两个地方，但是如果你真的有，我最后要交给志宏跟楚一平，再见。
没有看到旁边有个弯道下去之后，弯道那边下去，然后你再沿着道路走下去就到了。你们现在上学都怎么上来？坐车。坐车啊？爸爸妈妈开车带你们上来上学，所以没有走过吗？没有。那你们上国中要到哪边去念？哪里？竹崎国中啊？大家都是吗？还是不一定？不一定。不一定，就看自己选择。好会点啊，老师。被那个。在风灾过后，本来我们学校可能要再找其他地方上课的时候，这两位热心的家长一口气就承担到一个场所的借阅。所以我们风灾有1个月，大部分的时间都在他们学校，就是他们家上课。在茶厂里面。对对对。他们真的很热心。因为就是那时候就是只有这边是比较安全的地方，对。所以学校就来这边。对，就暂时先在这边。来，我们走了，我们走了。来，我们一起跟于凯的妈妈谢谢一下，来。谢谢。当时上来看到学校情况，我们看到学校的情况是土石就是整个把我们1楼整个淹没，然后大概有3、4公尺以上，然后我们的办公室是整个全毁，然后办公室也是整个一个空间大小就全部都是塞满。开学第1个月全部都在茶厂上课，因为真的很不方便，因为学校是处于没电的状态，然后水也是暂时也是有一些之前是被破坏，后来比较好一点的啦，但是那时候下雨的话，只要下雨，它油车寮那一段的路程就会变得是整个泥泞啦，然后这样子学生他一定要经过那边，反而真的很不方便。可能会发生意外，所以我们就先到茶厂，等到公路局帮我们至少先做好基础的那个整修道路整修，我们才又回到学校上课。37，还是37哦？笔画你要再描一次。我们要绘画就好了。当挂号的时候有时候分不一样，实际上是主数还是被主数？被主数除以分母是主数，可以用多少？你算看看。看好了，看好了。当时候的路可能比现在真的更差很多，因为都没有清理，而且大部分都是石头啦，还有泥巴等等的，所以就是其实也真的蛮辛苦的啦。想到那些我们这边的家长，真的也很辛苦，他们比我们来第1天，我们是没有住在山上啦，就是我们不是住在山上，我们只是来学校这边住，但是他们是从风灾之后就是一直在这一边，然后每天这样从底山就是比较下面的800公尺那个海拔800的时候，这样走400-500公尺，这样一路上来，每天这样奔波。可以打套去抢一个。好，来，双手合十，眼睛闭起来，帽子拿下来。希望义工保护出去都能读得非常好。
算红十字会要盖房子给我们住，也是真的蛮感谢的。那只是说可以盖在山上，那当然是最好啦。那现在就是整个都已经在外面已经定居了嘛。对啊，因为只是说他在说工作上，如果说住外面的话，这样反复回来这样子，可能开销蛮大的。一趟路也蛮远的，大概1个多小时吧。而且现在小朋友都在山上念书。对啊。所以迫使你们在山上也要再找一个地方就对了。应该是要啦，就是说也是要看哪边比较安全的，就山先暂时用货柜用起来。对。飘跑，飘跑，要开飘跑，飘跑没有。分场。我们现在位置在哪个点呢？大概它的方位。路这条是路，所以我们刚刚是从这边转上来，对，应该是这附近还是这附近？到最后面了，这个是隔壁那个嘛，对线这不对？边啊，这一块是那一块啦，那一块那个有总通带。对，因为你假要列入的话，那我们一定挑最高风险，最高风险就是这里，所以出问题的几率很高。对对对。所以我们今年我们会希望你们先把这一块先划为缓冲带。对，这次我们这看你们要留个3公尺、5公尺都可以。我们会以离缓冲带最近的地方作为我们的样品。你找到来哦，因为我跟你讲，我们这个没有路啦，就是直接哈。你们的路已经划掉了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们的路跑掉，而且我们都是从茶园哈这样子跨过去啊。了解。你当成新章啊吼，就讲进来就好啊。好走吗？像这样子大概20公分，所以在以下就可以达30公分的位置。我们今天这些土主要是要验8大重金属。8大重金属。对，有机规范所要求的8大重金属。对啊，进行考察的时候会有看到。你说产的幼虫那一种？蚯蚓很多很肥。给不糖的话，那个是独角仙或是锹形虫的幼虫。对对对，也会有。哪里有毛毛虫？不用摸。贴那个呢？哎，有布置好的呢。原本是有贴啊，哦，那好像就是。最近可能晒了，因为我在学校有教体育啊，那整齐哦。那所以说，讲到我们讲现在居住的环境，只要我们就是安分守己，我们还是以这个生态的一个理念去过生活，其实我们也可以求得一个平衡。